下的浊水溪河床，收割机轰隆隆翻转，一亩番薯田正在采收。农田主人杨协汉却是边看边丢。3层有拿去做，那7层倒掉。采收率一半不到，因为不肯用农药，心情像改过自新的救赎。原本他是农药经销商，一次挖地瓜翻土时，发现都是农药，那一刻犹如当头棒喝。这是最大的感慨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赚这些钱的话，那你得到什么？那这个地球得到什么？那别人又得到什么？所以我6年前就开始在做没有农药的实验。杨协汉苦笑地说：“真是知易行难，除了地瓜，还有南瓜和萝卜都坚持有机栽种，但多数成了肥料，傻子因此成了他的封号。常常大概不如预期吧，不如预期很多，让人家看笑话。我们那边过去的人就是说，那个头壳是坏掉了。快乐的在做傻子的事。”应该是吧，就是说有一个理念呢，要坚持走下去。说自己就是客家应景，对的要走下去。这一点70几岁的老妈妈心疼儿子的傻劲，顶着烈日下田，用行动力挺。今一点呢？哦，中午12点了，阿妈要休息，对不对？阿妈问你几点，对不对？这是扫安腔，那事先我们讲要哈几多点呢？然后11点、12点，对不对？阿妈已经忙了1个上午哈，要休息了，要休息。入口即化的有机蜜番薯成了亲友钦点的美食，有机地瓜也以冰镇口味在网络上窜红，不少人用支持回馈这一位有机农夫对土地呵护的心。要哈几多点呢？12点。要哈几多点呢？12点。